你何為我捨命？耶穌我愛你，喜樂地跟隨你，背十架跟隨你，願你的榮耀彰顯在我生命，我的生活有豐盛。你何為我捨命？耶穌我愛你，喜樂地跟隨你。耶穌我愛你，喜樂地跟隨你。耶穌我愛你，喜樂地跟隨你。主耶穌，你聽到我哋每人嘅心。耶穌，你看到我們每個人的心。多謝你住喺我哋嘅裏邊。謝謝你住在我們的裡面。你俾聖靈教導我哋一切嘅事。你讓聖靈教導我們一切的事。提醒我哋神嘅話。提醒我們神的話。求你解開你話語嘅生命嘅奧秘。求你解開你話語嘅生命嘅奧秘。聖靈向眾教會講話。聖靈向眾教會講話。凡有耳嘅應當聽。凡有耳的應當聽。求你而家就開我哋耳仔。求你現在就開我們的耳朵。我哋要聽到你教導我哋嘅聲音。我們要聽到你教導我們的聲音。開我哋嘅心。開我們的心。讓我哋清楚明白你嘅旨意。讓我們清楚明白你的旨意。建造我哋嘅生命。建造我們的生命。使用我哋。使用我們。你恩典我哋一生跟隨你。你恩典我們一生跟隨你。永不離開你。永不離開你。求你幫助我哋。求你幫助我們。應驗你講嘅話。應驗你講嘅話。奉耶穌得勝嘅名。奉耶穌得勝嘅名。阿們。請坐，我有啲話要分享。有些話語要分享。最近我哋講到天生命冊。最近我們講到生命冊。我哋成個禮拜都喺生命冊個裏邊打轉。我們上個禮拜都在生命冊裡面打轉。今日係星期六，聽日有另外一個 message。今天是星期六，明天就是另外一個 message。我琴呢兩日咧，神擺呢個章節喺我心度。這兩天神擺這個章節在我的心裡。我哋一齊嚟讀一次。我們一起來讀。啟示錄21章。啟示錄21章。第6節到第8節。第6節到第8節。啟示錄第21章第6到第8節。啟示錄21章第6到第8節。因為得幾個章節，所以一齊讀。因為只有幾個章節，我們就一起來讀。但我想你哋同聲讀。但我需要你們同心來讀。唔好一個快一個慢，要同聲讀。不要一個快一個慢，要同聲來讀。等我哋同神講，我哋係同心嘅。讓我們與神講，我們是同心的。同心帶出行為。同心帶出行為。我哋而家讀經就係同心讀經。我們現在讀經就是要同心讀經。等神喺我哋當中行神蹟。讓神在我們的當中行神蹟。他又對我説：都成了，我是馬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終。我將生命泉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兒子。唯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燒在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我哋嗰日睇到啦嗬。我們每個人都看到了。你有冇發覺基督徒點解神把膽怯？因為今個星期5係阿師母，我哋個當年師母分享呢個章節。呢個章節其實一早都喺我心度係有刻住喺度嘅，即係有一個要對付嘅嘢。有沒有發覺？這個章節有講到膽怯，其實這一段一直在我的心裡要對付我們。係我哋基督徒咧，我們基督徒以為殺人啊、淫亂啊、行邪術啊、拜偶像嗰啲好重要嘅事咯。以為殺人、淫亂、拜偶像都是很重要嘅事。係神好憎惡嘅事，是神很憎惡嘅事。原來膽怯不信都係神唔中意嘅，係擺第一啊！
原來膽怯不信的人，若是神都喜悅的，再放在地獄。膽怯係基督徒都有機會，膽怯基督徒也有，神擺第一，神放在第一。琴日我哋寫俾你哋睇嘅，睇住灰青。昨天我剩下來的，當我尋找我神啊，膽怯喎，有邊個喺地上冇膽怯啊？膽怯有誰在地上沒有膽怯呢？原來其實神一早俾咗我哋一個奧秘。原來神早就給了我們一個奧秘。約翰福音第14章。約翰福音第14章。耶穌離開之前，耶穌離開之前，呢個生命係我哋個個都要對付嘅。這個生命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對付的。耶穌一早就話咗俾我哋知。耶穌早就告訴我們。第25節到27節。25到27節。耶穌話：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耶穌說：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來的聖靈，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嘅事指教你們，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乜嘢，也不要膽怯。耶穌一早就提醒咗門徒。耶穌早就提醒了門徒。佢離開之前都同你哋講㗎啦，話。他說他離開之前已經有跟你們講過。佢要我哋聖靈喺我哋嘅身上教導我哋嘅事。他要聖靈在我們的身上教導我們一切的事。提醒神嘅話。提醒我們。平安已經留咗俾你㗎啦。他說他的平安已經留了給我們。你嘅心裏唔好憂愁。你們的心不要憂愁。膽怯嘅。不要膽怯。所以如果你有膽怯、有憂愁，即係你抵擋嘅真理。所以你們要是有膽怯、有憂愁，就是抵擋了真理，抵擋咗神講嘅話，抵擋了神講嘅話。所以點解啟示錄最尾神嘅話？所以為什麼唯有膽怯嘅人？所以為什麼啟示錄最後神嘅話，他說那些沒有膽怯、不信的人，膽怯咧進入去會不信嘅。膽怯會進入不信嘅。所以點解耶穌叫我哋冇憂愁、冇膽怯咧？所以為什麼耶穌叫我不要憂愁、不要膽怯呢？就係因為當你膽怯嗰時，你就對神嘅話語已經失去信心。就是因為當你們膽怯嘅時候，就對神嘅話語失去了信心。弟兄姊妹，弟兄姐妹，我哋可以侍奉神一世，我們可以一生侍奉神。但係如果你仲有膽怯，你冇對付。但是你們還有膽怯，你們沒有對付他。你仲有啲不信喺呢個裏邊，你仲冇對付佢。你還有不信在你的裡面，你沒有去對付他。聖經嘅話語係唔會變。聖經嘅話語是不會變。聖經講話嗰啲人咧，聖經說那些人呢，膽怯啲人咧，膽怯嘅人呢，不信嘅人咧，不信嘅人呢，進入去神係可憎嘅人，進去神是可憎的，殺人、淫亂、行邪術、拜偶像、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糞就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就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第二次嘅死，是第二次嘅死。聖經嘅話語係唔會變。聖經話語是不會變。所以點解今日我要提醒大家咧？所以今天為什麼我要提醒大家呢？因為我哋喺度坐啲所有一切嘅人，我哋唔係坐喺度，我哋係侍奉神。所以我們坐在這裡的人，我們不是坐在這裡，我們是侍奉神。首先你對準神，你個裏面嘅內心，你要識得點樣侍奉耶穌。你要對付你的內心，要知道你是怎樣才會侍奉耶穌。侍奉唔止喺出邊做嘢，侍奉不單是在外面做事。你嘅內心，你的內心喺耶穌嘅真理嘅裏邊，在耶穌嘅真理有冇選擇上好嘅福分？有冇選擇上好嘅福分？就似瑪利亞咁，就像瑪利亞坐喺耶穌腳前，坐在耶穌嘅腳前，選擇上好嘅福分，選擇上好嘅福分就係乜嘢？就是什麼？就係聽神嘅話去遵行，就是聽神嘅話去遵行。所以瑪利亞就可以打破個香膏喺耶穌嘅
支持耶穌上十字架。所以玛利亞就可以打破那個香膏，在耶穌上十字架之前。所以今日你同我，今日我哋唱首詩歌。所以今天我們唱一首詩歌，神要賜俾我哋力量，神要賜給我們力量，去遵行佢嘅話，去遵循他的話，去對付我哋裏面嗰個生命，去對付我們裡面的生命，比我哋出邊做任何一樣嘢更加重要。比我們在外面做任何一樣事更重要。因為你做咗好多嘢，因為你做了很多事。如果你裏邊仲有膽怯，但是你裡面還有膽怯，仲有不信，還有不信，有一日有一天會進入火湖裏邊，會進入火湖裡因為聖經面。講嘅話係唔會變，因為聖經講的話是不會變的，唯有膽怯的、唯有膽怯的、不信的，不信的。呢啲的後邊個的字咧，就係你繼續咁樣做，冇願意對付你裏邊嗰個生命。那個地的，就是想意表着你還繼續在做，沒有那個生命。因為聖經講第6節，因為在聖經第6節講係解決第8節嘅問題，是解決第8節嘅問題。耶穌話都成了。耶穌說都成了。你有冇發覺十字架上耶穌最尾一句説話講乜嘢？你會發覺耶穌在十字架上最後一句話講什麼？其實十字架上佢講一句話就係成了。十字架上他講那句話就是成了。但係到最尾呢度咧，但到最後呢，耶穌話都成了。耶穌說都成即係咩意了。思啊？耶穌嘅工作一直咁樣等你改變，等你做搞掂你自己，俾時間你一路咁到最尾嘅時候。耶穌就是一直等，給時間你到最後的時候。啟示錄21章係結束㗎啦，就啟示錄21章是差不多要結束。耶穌話都成咗。耶穌說都成了。時間到啦，時間到了。佢係阿拉法，他是佢係俄米迦，他是俄米迦，佢係初，他是佢係終，他是終。佢要將生命嘅泉他要將生命嘅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白白的賜給那口渴的人喝。頭先我點解我哋講方言嘅時候，為什麼剛才我們講方言嘅時候，我哋就要喝聖靈嘅活水？我們就要喝聖靈嘅活水。我哋敬拜就要喝聖靈嘅活水。我們敬拜就是要喝聖靈嘅活水。但係如果你唔喝咧，但要是你們不喝呢，你係得唔到呢個生命嘅活水。你是得不着那生命嘅活水，你就冇能力去得勝呢個神，冇能力去得勝呢個膽怯。你就沒有能力去得勝這個膽怯。所以我為你祈禱嘅時候，神俾我睇到話要活水喺個肚腹湧出嚟。所以我在為你們禱告的時候，神讓我看得到，你們要有活水在你們的裏面。神點解擺住咁坐喺我哋嘅當中？神為什麼擺風衣在我們的當中？其實唔係偶然嘅，其實不是偶然的。神就擺你俾你睇得到，佢裏邊嗰個活水係出咗嚟啦。神是擺在這裡，讓我們看得到，它裡面的活水出來。我哋每人個活水可唔可以出嚟？我們裡面的活水能不能夠出來？呢度係你同神之間有冇喝呢個活水？就是你與神之間有沒有喝這個活水？當聖靈運行嘅時候，當聖靈運行，你同我就要真係要喝呢個活水。你和我真的是要喝這個俾聖靈要俾我哋能力啊！聖靈要給我們這能力。係喺嗰個，因為我好奇妙，我親自有我自己都經歷啦嚇。我親自有經歷過。只係講琴日啦，我同阿 Susanna 都經歷神俾我哋嘅教導。就講到昨天，我跟Susanna都有經歷過神給我們嘅教導。我哋每次禮拜5，我哋都為嗰度啲靈魂禱告。每個禮拜為阿媽嗰個拍嗰度啲靈魂禱告。因為靈魂嚟禱告。我哋去傳福音。我們去傳福音。好奇妙咧！我一次完咗咧，我哋就走啦，祈禱就走啦。很奇妙，完了我們就走了。但係琴日咧好奇妙啊！當我蘇祈禱嘅時候咧，神同我講話：呢度仲有啲人我要救。當蘇在祈禱嘅時候，神就讓我知道，這裡還有些靈魂要救。我忽然間有個啟示話仲有人喺嗰度，神要救嘅。忽然間我有一個啟示，就是說那裡還有一些人要我們去救他。咁我同我哋兩個講，我哋未結束，好似我仲有啲嘢要做，我未做晒，佢喺嗰度住我啲靈魂，我要行喺嗰度睇下有邊個我需要講福音。
就跟他們講說，我們還沒有結束，在那邊還有一些靈魂你們去。真係我哋一去嗰時候咧，就遇到人係要耶穌。真的，我們去到那裡的時候，就真的看到人在那裡是需要耶穌。聖經話俾我知道，如果唔係聖靈嘅感動，每一個人開口嚟耶穌係主。就是說，要不是聖靈感動，沒有一個人開口認耶穌。尤其是你唔識嗰個人，我又唔識你。尤其是那個人你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你。你叫佢開口同你一齊認耶穌，叫耶穌進入你嘅心度，係聖靈嘅工作。你叫他開口認耶穌，讓聖靈在他的心裡，這個是聖靈的工作。所以我哋好有福，就係我講好有感恩。所以為什麼我說我們這個是很有福？我哋有恩典同耶穌同行。我們有恩典同耶穌同行。神要做嘅嘢，神要做嘅，佢託付你，你就接咗嗰個呼召，你就接咗這個呼召，就去做，就去做，佢就神就做俾你睇，神就做俾你睇。所以我哋求神俾我哋個個都有咁嘅恩典。所以求神俾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恩典。但係呢個活水咧，聖經講話白白賜俾你。但這活水聖經說是白白賜俾你們。個問題就係你要唔要？問題是你們要唔要？係有冇渴慕？有沒有渴慕？因為只係俾嗰啲口渴嘅人。因為他只是給那些口渴的人，所以求神幫我哋啦。所以求神幫。所以當我哋失敗咧，唔好怪神。所以當我們失敗，因為耶穌話都成了。因為耶穌說都成了，一切都承受咗，一切都成。係你要唔要嘅？是你要不要？因為擺條款喺我哋身邊，我成日提醒我自己。因為照顧在我哋身邊，我才能夠提醒我自己。佢最尾分咗佢要，佢話仲未到時間啊。因為佢說不要，因為佢說他還沒到時間走㗎，他還沒到時間，佢唔捨得走啊，佢仲要喺度啊。佢一路咁叫神感謝神，感謝主，讚美主，一路咁感謝主，讚美主。一直在叫神，就讚美主，喺死亡個邊緣嗰度邊走咗出嚟啊！就是邊緣嗰啲做出嚟，就係咁，嗰啲就水，意思就是白白俾佢嘅。如果佢要就白白嘅俾他們，所以神擺喺嗰度咧，就教導我同你。所以神擺喺放在我這裡，就是要教導你。95歲嘅老人家都識要活水，95歲嘅老人家都懂得去要活水。我哋後生嘅真係要識珍惜啊！我們年輕嘅就真的是要懂得去珍惜，去攞神應該俾我哋嘅嘢，去拿神給我們帶來嘅東西。所以點解會有膽怯咧？所以為什麼會有膽怯？因為聖靈教你嗰時候你冇聽，因為聖靈教你們嘅時候，耶穌都話我已經叫聖靈教你一切嘅事。耶穌說我已經叫聖靈教了你們一切事，但我哋冇聽，但我們沒有聽，所以我哋又會膽怯，所以我們就會膽怯。當我哋神講嘅話，我哋唔信。當神嘅話，我們不信，咁我哋失去咗神嘅嗰啲嘢，那我們就失去神給我們嘅東西。所以今日個真理咧，所以今天我們光照你同我嘅心，就是光照你和我嘅心。我而家要擘餅，我現在要擘餅。我哋擘餅嘅意思係乜嘢咧？擘餅嘅意思是什麼呢？神啊，我做唔到。神啊，我做唔到。我交低我嘅生命俾你。我將下我的生命給你，求你幫我。請你幫助我。你要願意接受耶穌嘅生命。你要願意接受耶穌嘅生命。因為時間係真係唔多嘅。因為時間真的是不多。你睇到個世局咧，你會知道。你看到這個視頻，你會知道。famine 係饑荒。famine是饑荒。你唔知道幾時出現。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但係聖經講俾我知道。但聖經告訴饑荒唔止係冇糧食。饑荒不單是沒有糧食，係冇神嘅話。是沒有神嘅話。喺人嘅心。在人心。因為我哋冇饑荒神。因為我們沒有饑荒。我哋冇要神嘅話。我們沒有。我哋冇相信聖經講嘅話。我沒有相信聖經嘅話。所以失去咗神要俾我哋生命俾我哋嘅嘢。所以失去了神要給我們嘅東西。求神幫助你同我。求神幫助你。所以以下嘅時間有用1分鐘安定自己。所以以下嘅時間我用1分鐘安定。頭先嘅真理，剛才嘅真理，我哋有膽怯有不信嘅，我們有膽怯有不信嘅，求神幫助我哋，求神幫助俾我哋一點決定，給我恩典。因為基督徒咧係只係前面嗰2個係，我哋以為我哋冇事，其實神睇落去係擺第一。因為基督徒那個聖經前面那2個，我們以為是我們沒有，其實是神把它放在第一。我哋以為膽怯好少啫，個個都會有噶啦。我們以為膽怯是很小事，每個人都有。但係如果你唔對付佢，
你有一日係真係入去火湖裏嘅喎。那要是你們不對他，有一天你們真的會放進了火湖。呢個係好可怕嘅事情。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你可能你一生係侍奉神嘅，有可能你一生是在侍奉神。但係有一日耶穌話：我唔知道你係邊個。但有一天耶穌說：我不知道你是誰。點解？因為耶穌俾聖靈你教導一切嘅事，你冇聽。因為耶穌讓聖靈教導一切嘅事，你沒有聽。神寫咗佢嘅話語，你冇讀。神寫了他的話語，你沒有去讀。咁樣嗰個係邊個嘅責任啊？係自己嘅責任，那個是自己嘅責任。所以今日我哋話好有福。所以今天我們很有可以提醒聖經再提醒我哋。所以聖經再一次提醒我們。神話活水係白白俾你嘅。神說活水是白白給你的，俾嗰啲口渴嘅人。給那些口渴嘅人。所以我哋冇口渴咧，我哋叫神俾我哋有渴慕佢。所以我們沒有口渴，我們就求神給我們有渴慕他。因為末後嘅世代，因為末後嘅時代，唔係冇飯食，唔係冇水飲，不是沒有飯吃，沒有水喝，係冇神嘅話，是沒有神嘅話喺人嘅心，在人嘅心，我哋嘅心裏邊，我們嘅心裏膽怯、膽怯、不信、不信、可憎嘅、可憎嘅，其他啲嘢咧，啲基督徒正常都唔會做嘅。其他的基督徒正常的都不會去做。拜偶像啊，拜偶像，唔係拜出邊嘅像，可能你心中就有偶像，你自己都唔知啊。不是可能有任何一個嘢，任何一樣嘢都係偶像。一樣都可以是偶像。擺神之前就係偶像啦。擺在神之前就是偶像。所以而家有1分鐘嘅時間安靜自己。所以現在有1分鐘嘅時間安靜自己。應該我就。麥餅唔係一個儀式，並不是儀式，係我哋相信聖經講嘅話語。是我們相信聖經講嘅話語。因為耶穌話佢個肉係可以食，因為耶穌說他的肉是可以吃，可以飲，食佢個肉飲佢個血，是可以喝他的血的人。佢要住喺我哋嘅裏面，佢要俾我哋生命，冇耶穌嘅生命，沒有耶穌嘅生命，係冇可能，是沒有可能有能力去守到嘅，有能力去守到的，係耶穌嘅生命要係活水出嚟，是耶穌嘅生命要從活水出嚟。我哋安靜我哋自己，我們安靜我們自己，我哋翻到我哋聖靈內心嘅裏邊，聖靈內心嘅裏邊，聖靈內心嘅裏面，教導我哋，教導我們，認清自己嘅罪先好，
穌基督道成肉身，為我罪死十字架，拆開你嘅身體，代替我受罪惡嘅刑罰，罪惡嘅咒詛，罪惡嘅捆綁，你代替我嘅罪死，為我而復活了。多謝你開咗條新嘅活嘅路，賜俾我真理嘅聖靈住喺我裏邊，教導我一切嘅事，提醒我神嘅話。主啊，我多謝你，俾我恩典，你領受你嘅復活嘅生命，讓我靈魂體係聖靈嘅殿。當我認清我自己嘅罪，你係信神公義嘅，你必要赦免我，我願意認罪悔改，求聖靈幫助我，俾我能力，唔好犯同樣嘅罪，因為你十字架上破除一切黑暗嘅權勢，帶我脫離黑暗，進入你生命嘅國度，耶穌復活嘅生命進入我裏邊，我亦都進入你裏邊，我願意遵行你嘅話，求你幫助我，讓我成為你嘅工作，你嘅見證，你嘅榮耀喺地上，如同喺天上，成就你嘅旨意，建造我，使用我，從今時直到永遠，奉耶穌得勝嘅名，Amen。接受耶穌復活嘅生命。同心高舉耶穌寶血，同心做個禱告。同心高舉耶穌的寶血，同心做一個禱告。主耶穌，我手中拿着你十字架上流嘅血，你赦免我嘅過犯，洗淨我嘅過去，我一切嘅軟弱，一切嘅不順，我心懷意念，行為言語，有抵擋真理嘅，我認清自己嘅罪，求你嘅血洗淨，幫助我，讓你嘅血成為我嘅生命，我亦都願意饒恕所有一切傷害我嘅人，你嘅血為我開咗條新嘅活嘅路，就係耶穌嘅道路，真理生命。我願意同你同工，我願意與你同行，你個血喺我家中係有記號嘅，聖靈喺我身上，喺我家中係有印記嘅，喺你寶血嘅約嘅裏邊，一切嘅應許都是時機，求你應驗你講嘅話，喺你寶血嘅約嘅裏邊，領受你復活嘅生命，復活嘅大能，俾我恩典，做耶穌嘅見證，從地上一路到天上，從耶路撒冷一路到地極，我係屬於你嘅，我一家人都係屬於你嘅，應驗你嘅話語，見證你嘅復活，述說你嘅大作為，喺地上如同在天上，從今時直到永遠，奉耶穌得勝嘅名，阿門。領受耶穌寶血嘅約，主耶穌求你賜俾我哋同心合意嚟興旺福音，聖靈鬆嘅話。
我哋宣告主禱文之前，我想問下你哋，今日你哋領受到啲乜嘢？領受的是什麼？我要你們一句話，先助理先開始在心裡面講出來。真的我們常常會以為說膽怯是很平常的事，其實在神的話語裡面，膽怯跟那個不信是第一的那個被扔進火湖的。排第一的。好的呀，來，快點。就是我們忽略了聖靈教導我們一切的事。我哋忽略咗聖靈教導我哋成聖靈教導我們聖靈講俾我們聽一切的事，所以我們心要相信，那一切的事就會平安在我們。聖靈教導我哋一切事，我哋要真係喺我哋入邊，就會有平安。聖靈就俾我哋平安，就會教導我哋。我們心要相信，我哋嘅心要相信，我哋嘅心要相信神，就唔會有懼怕。當你懼怕的時候，你就不信。當我哋懼怕嘅時候，我哋就唔信，即係唔信。感謝主，做咩？每個人一句就好了。不要憂愁吧，憂愁給拋掉。我有憂愁，將憂愁拋掉。你已經喝了飽水了，你已經有了哈，所以不要再給他回來哈。來，琪琪。以基督的心為心吧。以基督嘅心為心。你答。我哋克服嗰個膽怯。我們要克服這膽怯。要有一個渴慕神嘅心。要有渴慕神嘅心。堅定咁不如相信神嘅話。堅定的信心神嘅話，要去做。感謝主。唔好意思啊，冇上到課啊。Anissa。我哋要需要神嘅生命泉源水，咁我要去渴慕，同埋我哋要去追求，同埋我哋要係要追求神嘅道，唔可以膽怯。他說要渴慕，要追求，有活水。唔可以膽怯，同埋要攞走不純嘅惡心。佢嘅膽怯。拿住俾我哋100%嘅信心，就是給我們100%的信心，因為信心裡面沒有膽怯，膽怯是一罪。Irish 就係信神就唔應該有膽怯啦。信神就不應該有膽怯。對呀，師傅，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如果我們口渴了，我們要喝神賜給我們的活水。口渴了就要喝神賜給我們的活水。可以，需要飲活水啊！感謝主。感謝主，需要喝活水。思思。我們有耳就要聽，然後這心就要有耳就要聽，跟住心裏要剛強壯膽咯。有耳就要聽，心就要剛強壯膽。所以耶穌說我已經成了，我們要相信。耶穌話我哋要剛強壯膽，我哋要信。形容咯，膽怯嘅時候要向神呼求啊嘛。膽怯嘅時候要向神呼求。我哋要留意明天安利牧師講嘅道，關於生命冊，我哋以前未有聽到嘅，明天會聽到。大家要留意明天嘅粵語翻譯。啊，你女啊，感謝主。你好。你好。買告白。相信你信個仔都唔會膽怯咯。他講冇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悅。人非無信就不得神的喜悅。要渴慕追求活水江河喺我哋生命裏邊求活水，就好好嘅去對付我哋嘅膽怯，憑住信心攞走我哋嘅膽怯同埋不信嘅惡心。追求的活水江河在我們的裡面，憑着有活水江河在我們裡面，我們就可以不要膽怯，就不會怯。OK。skip 2個老人家沒分享，他們不會講，但他們已經活出來。他坐在這裡，他已經給你活出來，他活出他的活水。對，他活水已經活出來。因為耶穌說他就是平安的君王，就在那個啟示錄剛剛經歷去想分享，可是在約翰福音沒有分享，所以我們有平安的時候，那個恐懼啊，那個懼怕，全部都要離開。當離開的時候，你就有能力，在神的國度。
感謝主。聽好多人講，我知道。啊，你我講係我剛才有壯膽，膽，持守信念，持守信念，會出活水江河。活出活水江河。其實耶穌早離開之前，耶穌離開之前，你翻嚟。耶穌離開之前，他已經留下平安給我們。你已經留下平安給我哋。如果有耶穌的平安在你心中，你們每一個人都要為我祝福，來先祝你一直轉，每一個人都要禱告，為我來禱告，你們每一個人都要去禱告。我哋感謝主俾我哋選擇我哋成為佢嘅女兒，俾我哋可以喺呢度同心咁嚟呢度喺呢度嚟去。感謝神選擇我們成為他女兒，我們同心在這裡。我哋喺呢度要為Queenie 嚟到你嘅面前，為 Queenie 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繼續咁樣恩膏佢，求主繼續的恩膏他，祝福佢，祝福他，俾佢一生喺你嘅裏邊，給他一生在你的面前，可以能夠你上加你，恩上加恩，可以恩上加利，榮上加恩上加恩，全家都小組祝福，全小組家都蒙祝福禱告。感謝耶穌，奉耶穌得勝的名，耶穌得勝名，來回到可以同我做一個小組祝福禱告嗎？來帶領我們幾處區長嚟帶領我哋往神國的天路上奔跑，天路奔跑，使他奔跑不停息，奔跑不停息，行走不疲乏，走不疲乏，使他如鷹展翅上騰。展翅上騰。謝謝你賜他生命的活水，謝謝你賜你生命的使他肚腹湧流出活水江河，不但讓自己飽足，但佢自己得飽足，還讓我們身邊的人得飽足。謝謝你，謝謝你，賜他的生命，在地上如在天上，完成神的使命呼召，為耶穌做見證一生，奉耶穌的名感恩禱告，阿門。耶穌，謝謝您一直持續的用你的聖靈來帶領區長。主啊，你的能力與權柄在他的身上。主啊，不管他到哪裡，主啊，他的祝福，主啊，都從您而來。主啊，分享給他所遇見的人。主啊，也求您繼續持續的帶領他。主啊，來看護他的身體。主啊，在你的裡面，靈魂體是興盛的，身心靈是健康的。主啊，讓他有權柄。主啊，來管理和平區。主啊，也讓他可以看護自己的家。主啊，因為您一直與他同在。奉耶穌的名求，阿門。哈利路亞，主啊，感謝你讚美你，哈利路亞，謝謝你，我使用區長，哈利路亞，讓他的靈魂加深的健康，哈利路亞，主啊，謝謝你，讓他天天帶領我們，哈利路亞，為你求走，讓走在我們天國裡面的部分，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為耶穌。主耶穌的名求主，感謝讚美你，主啊，謝謝你保守區長的心，主啊，謝謝你聖靈的恩膏在他的身上，帶領着和平區，主啊，也讓他在出去傳福音的時候，主啊，有更多的靈魂來得救，主啊，求你雙倍的恩膏在他身上的時候，主啊，他就可以按手禱告，在每個病人的身上就完全醫治，哈利路亞，主啊，能趕鬼抓蛇，主啊，求你給他這樣的恩賜，主啊，也求你幫助他。主啊，主啊，也幫助他和他的家人，永遠都在你的聖靈當中。主啊，再次將榮耀頌讚歸給你，願在他身上得到你最大的榮耀。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門。哈利路亞，感謝你，求主你祝福我哋區長，佢嘅生命比精金比珍珠更寶貴，佢一切所行喜愛嘅。都係耶和華嘅，我主啊，你求主祝福佢右手有長壽，左手有富貴，啊，你嘅主啊，佢同係安樂嘅，我嘅路係安嘅，係你主係安靜，俾佢能夠持守喺佢生命當中，係祝福佢同佢嘅家人，啊，你嘅主啊，永遠跟隨你，啊，你嘅一生一世都有主耶穌嘅祝福平安喜樂，主啊，感謝你，啊，你嘅聽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得勝榮耀，咁咪主俾我哋咁好個區長，佢嘅用double portion嘅恩膏恩膏佢，佢嘅 super natural bonus 去到邊度都能夠
手按病人嘅啲趕鬼佢出嚟，因為做 CPN 第一篇嗰棵樹 ，meditate your workdays and night 為喜愛耶和華嘅律法，晝夜思想，你成為一個有福嘅人。再近耶穌嘅活水旁，結出聖靈嘅果子，就係 love, peace, joy,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and self-control。喺佢能夠葉子不必枯乾，就凡醒成身體健壯，正如個靈魂天性一樣，俾佢能夠一切嘅美物都加給佢，等佢能夠滿返到雲頭，俾佢凡所作嘅盡都順利。榮耀見證主嘅名，感謝讚美主耶穌基督嘅名。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亦都多謝今日我哋大家喺度同心合約去祝福我哋區域區長，亦感謝神帶我哋呢一個好嘅領導，幫助我哋每一個人喺你個聖殿入邊，希望神你賜俾你所有你嘅恩典，你不但要照顧佢，仲要保護佢，因為你係愛你嘅兒女，你為神做所有嘅工作，所以神你係睇到嘅，因為你係監證公義嘅神，你會睇到區長對我哋所有嘅付出，所以祝福佢，不但俾佢哋每個人屋企全家個個都生命每個人都能夠得到你生命嘅光，亦都賜俾佢哋健康，俾佢哋幸福，等佢哋所求所想嘅都得佢所願，感謝你，亦都求主你祝福佢能夠為我哋所有個俾佢有智慧、權柄、力量增加我哋每一個人喺呢度。個人，每個人都喺生命上得到成長，結出個果子，等佢能夠榮耀去見證你，奉主耶穌得勝嘅名求 ，Amen。靠你哋生命水主你真係我哋係有一個活水江河喺我裏邊，主啊求你係俾佢係得着你所有嘅恩賜，等佢得到我哋上加恩上加恩。主啊，求你係祝福人完全得到平安，求你賜能力俾推理，同埋賜係呢個力量俾佢，同埋賜呢個等佢可以好似如鷹返到環頭，係重新得力，永遠係健康快樂。多謝主耶穌一點嘅祝福，多謝主嘅祝福，阿們。主，我們感謝讚美你，謝謝你去給和平區這麼好的牧者，讓他去到哪裡都成為別人的祝福。感謝讚美你，讓他在和平區的時候，在各地方的傳揚你的話語的時候，他呼召如同活水的江河一樣流出來，讓所聽到的所有的人都得到祝福。讓他身體健壯，祝福他的家人，得到你的喜樂平安，神不是跟隨你。這樣開始禱告，奉主耶穌的名。我哋同心為嗰年祝福禱告，主啊，我求你嘅聖靈喺佢嘅心中帶領佢，主啊，等佢有權柄，等佢可以戰勝心中嘅恐懼，等佢可以興起，等我哋失散咗更加多嘅靈魂返到我哋嘅面前，主啊，賜給佢更加多嘅力量，等我哋可以興起，一同去傳福音，等呢個福音為我哋着上我哋嘅鞋，行喺主嘅國度入邊，榮耀佢嘅名，奉耶穌基督咁樣嘅名求。哈利路亞，耶穌啊，求主耶穌，你的寶血來潔淨，來遮蓋歸你的全家人。耶穌啊，求你的聖靈來彰顯，帶領歸你的前面的道路。耶穌要保佑歸你出入平安，身體健康康。耶穌啊，賜血靈歸你靈魂體都健康康，教導到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親愛的父母，感謝讚美主啊！我們現在求你的靈，智慧的靈，臨到歸你，主啊，你給他力量，他的腳步帶他去到哪裡，哪裡去有平安。神啊，你祝福他家，祝福他的媳婦，他的將來的媳婦，他先生，主啊，你使用這個家人。主啊，我相信神你會守神蹟，行神蹟。哈利路亞！今天我們來祝福他，因為他這個月的生日，主啊，你會給他真的有你的智慧聰明從天上來，主啊，他有力量，也
做我们一个好牧子，给我们这些羊来学到他所教的。主啊，我们要荣耀你的名，祝福归回你，哦，荣耀归回你，奉主耶稣名祷告。感谢耶稣，赐给我们这么的区长。我们在这里是与神连接的，是我哋嘅禱告無論求乜嘢，只要信就必得着。只要信就必得着。得着嘅信心，最天正常嘅令到你嘅環境必得着所求。好好同神同禱共行。神同步同行。求主與神嘅牽連。求主嘅牽連。有平安同埋佢都有平安。大家都有平安。家中有動，以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們。天父感謝你，今日我哋喺呢度除咗係同阿 Queenie 慶祝佢生日之外，亦都係求你祝福佢，你睇住佢所經歷嘅，佢所成長嘅，求你祝福佢成為你做一個智慧嘅婦人，討你嘅喜悅。天除咗係今日慶祝佢嘅生日之外，亦都讓佢係天天都活出生命嘅新樣，係合你神旨意嘅所作所為，所到之處説話都係有權柄，帶領我哋繼續向前行，讓佢嘅生命更加嘅茁壯，佢所渴求、佢所渴望嘅活水江河喺佢裏邊嘅就出嚟，帶領住我哋會好好嘅對付我哋嘅膽怯同埋對付我哋嘅信心，我哋嘅行動各方面都係憑住求你蒙你嘅喜悅去做，嚟到成就你所放喺佢身上做一個智慧婦人。感謝讚美你，奉主耶穌基督名求。主啊，求你嘅靈話兩三人同心合意禱告嘅時候，你個靈喺我哋當中自由嘅運行。奉耶穌基督嘅名祝福 Queenie， 神啊，你賜佢話如鷹展翅上騰，呼召佢喺神嘅國度裏邊奔跑有力。神啊，亦都賜佢勿忘初心。唔好唔記得廣東堂，神啊！你都叫佢嘅靈魂要甦醒，亦都叫醒佢，讓佢亦都可以帶領佢家人成為神使用嘅器皿，讓佢一家起嚟為主而奔跑。神啊！你要佢興起，讓佢發光吧，為主作工。神啊！你都祝福佢，佢手所作嘅工係榮耀你嘅名，一切嘅事能交到主手。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得勝名字宣告祝福，阿門。親愛嘅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讓我哋今天能夠聚集在一起，分享你嘅話語，彼此勉勵，彼此代禱。求你堅固 Queenie 及每一個弟兄姊妹嘅信心，讓我哋喺呢個小組更加認識你，更加彼此相愛，如同你愛我們一樣。我哋將一切榮耀都歸於你，從今時直到永遠。奉主耶穌基督名禱告，阿們。主耶穌基督，多謝你嘅一切恩典，多謝你從天上而嚟聰明智慧嘅靈喺 Queenie 裏邊，多謝你保守每一家人，一人照住全家蒙恩，多謝你咁大嘅恩典愛佢，祝福所有嘅和平區嘅弟兄姊妹，大家都愛佢，耶穌基督愛佢，多謝主耶穌基督，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 ，Amen。來了呀，主耶穌，我哋感謝讚美你，多謝你，謝謝你大能嘅寶血，賜俾Queenie足強長壽，使你救恩賜定喺身上。更加到主耶穌，let her delight in you and you will give her the desire of your heart，主耶穌。我哋感謝讚美耶穌，簡於侍奉你越甘甜。哦，主耶穌，亦都不單你使用Queenie，大大使用佢。哦，主啊，眼睇到騎腿行走，哦，所有疾病啊得醫治，再更加不但使用Queenie，更加使用佢家人。主啊，因為你叫佢嘅臨到身就將佢和家全家都要侍奉耶穌，從今時直到永遠，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阿門。謝謝你們，我現在為你們祝福。我要為你哋祝福好奇妙，我神都愛我哋，因為我領受你哋祝福嘅時候咧，我真係有恩膏喺我身上，係你哋唔知嘅，我知嘅。而家我為你哋祝福，因為耶穌教導我哋要彼此祝福。
奉耶穌基督嘅名，耶穌嘅血喺我哋身上，喺和平區嘅每位弟兄姊妹嘅身上，尤其是嗰啲侍奉嘅弟兄姊妹，喺我哋呢個團體，係你所揀選，成為耶穌嘅身體，賜俾我哋合一嘅心，同心去高舉耶穌，讓我哋生人活着。係見證你嘅復活，讓你活水嘅光芒喺我哋每人嘅身上都可以湧流出嚟，因為你話你要賜俾你向你求嘅人，我哋而家向你求活水，俾和平區任所有嘅弟兄姊妹都得着活水，讓我哋活喺呢個地上，如同活喺天上。你係我哋嘅牧者，我哋一切嘅需要，我哋永不缺乏，靈魂體不缺乏，我哋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哋同聖靈同工，係同聖靈同行嘅。係述説你嘅大作為，榮耀你嘅名，多謝你使用我哋，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將你嘅全能喺我哋當中，成就你嘅工作同旨意，奉耶穌得勝嘅名，阿們，哈利路亞，感謝主，感恩我哋一齊宣告主同人好嗎？我哋榮耀神，我們在天上的父。願能夠稱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叫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我哋一齊影翻張相嚇，因為呢個係好好嘅紀念。好，一齊影翻張相先。感謝主，神祝福大家。謝謝神祝福大家。那我們是怎麼樣拍呢？是要一起拍。將隻圖咁樣嗰個全部推直。